咱拄仔已经把这个故事拢了解。啊，咱知影讲这本册子其实是咱讲这个真侪先知册内面也好，旧约也好，圣经规本圣经也好，一本真特别的册。其实伊是一个真咱讲独特、奇异、真奇怪的一本册。特别这个先知啊，你看讲这人奇奇怪怪哦，哪会安尼哦？无听上帝话吼安尼。啊，所以伫这中间你嘛发现一个真无共款的上帝。上帝伫这个咱拄仔所看的这个故事内面呢，这位上帝呢，凡事是产生一个真有耐性、真有耐心但是一方面嘛真严格，伊要审判，总是伊也伫这个中间有稳定要下令所以这嘛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位讲伫这个中间咧讲这位上帝，你若看到咱若读到第3章迄个所在，上帝原谅遮个做歹遮个人的时阵，尼尼微城的人的时阵。咱会读到一字叫做反悔，上帝嘛会反悔哦。你看这反悔之字嘛真著名上帝哪会反悔所以就讲伊会改换伊的心意所以咱讲这是一本真特别的册伊咧讲上帝的疼是啥物伫这个中间，这位先知反射是一个，毋是真好的一个教材所以这本册其实真值得咱好好来看咱伫拄仔讲道内面，咱已经将这个故事演一届，咱大部分的物件也拢了解，所以咱介绍一个物件咱前5讲题咱讲2个物件咱大先讲第一个，就是到底咱拄仔所读的这本册，伊是真正一个故事，真正发生过一个事件，还是伊是一个譬如一个比喻一个譬如的故事所以咱就伫这中间来探讨一下可能伫过去有真侪学者教会这个看法，教会一个传统来看的时阵，用拿这本册，伊可能是一个事实，伊是一个历史，所以咱讲伊是一个历史面顶有讲到的一个人，伊所发生的遮个代志这本册是一个真正发生过的一个代志的记录，咱讲第一种看法所以若是安尼时阵，这位先知用拿咧，伊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咱若去看这个列王记，这个下卷列王记下14章25节讲到用拿这个人，伊是先知所以凡是真正有这个人，伊有伫这个中间来做这个代志。伫咱拄仔所读的这个伫这本册约拿书的1章1节才有讲到，伊是这个阿比泰亚米泰的这个囝亚米泰之子。若是安尼时，咱大概当约会到，伊可能是这个西伯伦这个所在的一个加特希伯人。若是照经文所记载，咱去查这个线索，查出来可能是安尼伊可能伫西伯伦这个所在加特希伯人这个所在的人伊可能是伫北国，咱顶礼拜讲到，整个以色列分裂了，北国甲南国北国这个咱讲这个亚罗波安二世的时阵，这个时阵咧做先知所以若是安尼看的时阵，这本册可能是一个历史上有发生过的一个册的一个记录咱讲第一个证据就是讲，无毋对，伫亚罗波安二世咧做王的时阵，这个亚述这个国家伊的首都没有错是尼尼微所以安尼看起来是尼尼微这个城所发生的代志，看起来是真有理。所以咱若伫这中间看到的是，这位先知约拿，伊是一个外邦的先知。咱想看卖过去咱看到先知拢是本国人咧讲话对无？因的百姓，上帝的百姓咧讲话。所以看到讲，这个约拿真特别伊是外国人咧讲话伊无本国人咧讲话，伊讲话的对象是外国人所以伊是一个外邦的先知，宣告这个上帝审判的信息所以第三，咱看到讲，若是安尼的时阵，这本册就是根据约拿伊讲过的话，伊所做过遮个代志，来甲记录，来甲编辑，安尼来完成这本册。但是咧，认为今仔日，搁较侪人相信这本册，伊可能是一个事实的一个，种毋是一个历史的册，伊有可能是一个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伊可能是一款譬如怎样讲呢？因为咱看到有几个问题，大先第一个问题，较大的问题啦若是讲伊是一个历史，安尼内面所记载的遮个代志，会伤夸张讲有即个风雨安尼遮尔大，有一只大鱼仔会当甲人食落去，还佫通吐出来，你感觉这敢有可能
迄若去互鱼仔吞的，可能差不多去见上帝啊，吼，对无是毋是安尼？啊，食了搁当吐出来，这敢有可能？过来就是上趣味，就是迄咱拄仔所读到第四章迄一工就吼，就长大迄个即个闭麻树，然后搁一工搁死去，哪有可能？哪有可能有即款代志？吼，所以代志咱讲即个，若是真正有即个代志的时阵，这互咱想看卖，这可能较理性来讲，淡薄仔冲突。总是若真正上帝互咧做工嘛，有可能啦吼。第二就是较大的问题是第二点，就是讲，伊若是真正是一个过去历史所发生的代志。为什么这本册内面有真侪后来较我们说比较晚期较晚的迄个时代内面，才会文学甲即个历史的才会分家伫即个内面特别这本册内面有足侪阿兰文，阿兰文是啥物时阵？阿兰文差不多是主前200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开始流行。但是用拿即个先知，咱若照这看，可能搁较早才对啊，差不多爱。主前了800年的人，那有可能有迄个伊整个文章内面有后来，差不多要600年的即个时间所写出来这个文字，用后来的字咧写。过来就是伊内面讲到的即个，我们说尼尼微即个尼尼微即个城呢，伊用的迄个字是已经过去，即个城反是已经无伫咧啊。啊，这个更特别的所在就是啥物？就是伊内面无讲即个亚述王，伊讲尼尼微王，怪怪，照理讲应该是讲亚述王，那也是讲尼尼微王，所以这个物件，互咱去想讲，这个是毋是伊内面有特别要强调啥物物件，所以用这款方式来表达。所以讲来讲去，咱来讲第二款可能啦这可能性可能较悬，就是讲这本册呢，伊完全是一个历史。伊是一款，譬如我们说寓意之书啦，就是用一个真正有，真正有即个人叫做约拿，然后用伊的名来做一款譬如，互咱大家去学习即个故事背后的迄个启示。若是安尼时阵，那即个约拿呢，真有可能是一个文学的人物，伊就毋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凡是有即个人，但是伊无一定当过遮个代志。伊用即款故事来一款来讲伊即个故事背后的即个启示。咱就来看，安尼就趣味啊！若是用即个角度来看的时阵，咱就看到即个册内面真侪作者真挑工的所在。但是用拿即个人，伊的名意思是啥物？井仔、鸽子，即个井仔真趣味，井仔就是啥物？就代表啥物？以色列。所以用拿即位先知啊，伊若是一个。咱讲是一个譬如的一个人的时阵呢，伊凡是主要是讲即个人是咧用伊来代表整个以色列，用伊来做一个代表。更较趣味的是啥物？伊的爸爸叫做亚米太，咱拄仔讲着阿米太，即是啥物意思？真理、真实的意思。所以，这位约拿，伊是井仔，伊的名叫做井仔。代表以色列，伊是叫做真理，即个阿米太的囝，真理的囝。所以咱会当看到即个人伊的背景，都有一个真强的一个代表的意思。要讲一个物件，就是讲，约拿即个人，伊代表就是掠家己做对的，自以为是的即款，就是家己是真理即边的人，是上帝的即个神的百姓，即个以色列，即款人的一款代表。咱知影讲这毋是好的代表啊！咱拄仔咧看这个故事，结果内面这个约拿毋是一个好的先知哦，看起来毋是安尼。所以伊咧讲，即款的先知，伊代表整个即款的以色列人，就是掠家己做真悬、真牛、真好、真厉害、真有真理，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即款的人。所以咱看到井仔，加上伊是真理，即个真理的囝，佫是先知的身份，但是伊头壳内面底是啥物？咱讲真伪、很狭隘的犹太主义，就是伊讨厌在外邦人遐拢死了好啊！即款的思维啦，伊真讨厌伊感觉真垃圾的这些外邦人上重要的是三番两次回应上帝。所以咱能看讲一个叫做真理的囝，一个叫做井仔，佫是上帝的先知派安尼。最简单讲，我是传道，我是第5代的基督徒，我对
对细汉就信耶稣，但是我定定回忆上帝，我就叫做约拿啦，哦，就是即个意思，哦，就是讲咱就是咱真有即个真有即个信用，总是咱真正的行为内面看到就是回忆上帝，哦，所以约拿即个人，伊诚对即款的改变，哦，伊诚对即款的改变，所以咱讲即本册，伊是一个披露的一个作品，遇到的故事，一个披露的作品，用即个角度来看。啊，人咧看，愈来愈有理哦。但先咱看到第一点就是，讲对，伊是一个真特别的一本册。伊可能对民间的遮个传说，也是指言，也是即个哀歌吼。伊即内面有即个哀歌吼，就是讲咱看到伊咧救死的时阵，哦，主啊你活死我，迄是哀歌啦吼。啊，搁有敬告的话，啊，搁有上帝的话哦，你去什么所在做什么代志，吼。啊，搁有真侪咱讲预言吼，即个预言吼，预言的。甲组成即本册吼，啊，咱看到第二个咱真特别所在就是啥物？即本册对头到尾的重点，毋是先知讲啥物，咱是咧，互咱看到即个先知甲上帝互相互动是啥物？伊咧强调是啥？所以伊的信息足短有无？讲过40天死了无？就很短，伊的信息足短，所以伊的信息毋是重点，重点是伊甲上帝怎样伫遐咧相见吼，咱讲摔跤。所以咱讲着伊的讲到足短吼，咱讲破金氏世界纪录5个字名，吼，过40天死了，就无啊。啊，即个整个伊的讲道内面也无讲着啥，啊，佫较趣味，伊讲大家死了，结果有死无？无，所以奇怪的先知讲话，最后无准算的哦，哪会安尼？咱照我们过去拢知影讲，伫规个内面的先知讲话，吼，伊讲的遐个话拢后来拢是。因为上帝透过伊讲话嘛吼，但是奇怪伊安尼讲了讲，没有成就嘛吼，最后结果是吼相反的吼，所以这嘛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即个先知伊咧呈现上帝甲人的关系是一个吼，咱讲一个负面教材吼，啊可能伫即个背后有一个吼，迄个时阵处境的一个意义，就是讲咱知影讲遐犹太人。哦，受掠去巴比伦转来的时阵，因真讨厌遐个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互因国家灭亡，哦，啊，所以因常常有即款心态，就是讲遐个外邦人无信上帝，遐种大家真好，因上好上帝甲处罚，互因死安尼活，死了安尼活，因是他们有这种心态哦，所以即本册可能是即款的处境的中间，咧互遐个心内真怨愤的遮个人去思考，去反省讲。咱真正敢是爱用一款态度来面对，吼，咱所讨厌的遮个人，伊嘛是上帝的囝啊，伊嘛是上帝创造的，敢毋是？吼，所以咱讲到遮，咱有一款感受，当然人嘛有即款历史经验吼，咱有即款处境有无？看到红色的国旗有无？啊，迄吼，哦，就是遮咧吼，哦，啊，咱知影讲对方有足侪教会，有足侪嘛有真侪基督徒听讲，因遐吼伫中国遐差不多有。2亿外的基督徒哦，这个没记录的哦，有记录的，那算起来可能爱3亿吼，遮尔侪基督徒哦，啊，但是咱若讲要来去甲因做兄弟姊妹，对无？也有讨厌，现在，咱团体变成约拿，伊嘛是上帝的囝吼，耶稣嘛为着伊死啊，敢毋是安尼吼？哦，所以咱开始看到这个经文其实有一个真正的意思，互咱去思考。过来咱看，伊这个内面有真侪真特别的物件吼。特别咱看到就是大声，就是伊用真侪代表性的即款这种语法即款话来写，我们说象征的语法。比如讲红影，红影是干红影尔哦，因为即个大海伫因传统来讲，因看到海就是讲即个海是代表歹罪恶，甲即款我们说危难困难即个危机等等。所以以色列人真讨厌海，因为因是住伫山里啦。住伫瓦山的讨厌海，看到海就惊，感觉海就是罪恶。所以咱真注意，咱读旧约内面足侪吼，若讲到海里的遐个海的啥物口旗啦，啥物有诶无诶河马啦，咱咧读经文的时候，比如讲读即个诗篇也好，读即个约伯记也好，内面有讲到海有真侪啥物口旗，啥有诶无诶，咱看讲口旗有啥？犹太人对因来讲，口旗就是撒旦的物件。歹物件，伫海里拢是歹，因讨厌海，所以即个大海有一个代表，就是讲参像是个罪恶的歹一个物件。
啊，即个用哪呢？落伫即个海流哦，就产生落伫即个罪恶的即个中间哦，啊，真危险，安尼要安怎？啊，上帝用大鱼甲救，所以咱看到即个意思就真深嘛，哦。过来就产生即个鱼啊，哦，迄鱼啊就代表世界的即个权势，哦，权势是指迄个时阵的耶稣，也是后来的即个巴比伦，哦，啊，之所以因为尼尼微这字啊，伫亚述文内面就是鱼啊的意思，就是鱼啊，哦，所以你看迄大鱼哦，迄就真清楚啊。后来即个大鱼将即个身体吐伫即个陆地哦。这回就是爱甲我提醒，爱较紧。哦，谢谢。啊，伫即个中间看到就是犹太人因受掠去巴比伦，然后倒来，吐回来哦。所以这内面拢有即款的意思。哦，所以有真侪代表，大海也好，哦，也是拄仔咱讲的即个鱼啊。过来咱讲着，其实咱读即本册哦，内面足侪讽刺的，毋知讽刺台语讲我上足久的哦。讽刺台语讲有。考试是吗？哦，考试嘛吼，真侪考试物件吼，考试啥物啦？身体啊吼，互伊讲即个人哪会遮趣味安尼甲，好我甲考试者吼，挖苦吼，讽刺，内面足侪即款的物件伫即个内面吼。啊，所以焦点就是咱直直看到即个身体，即个代表以色列即个信上的即个传道吼，哇吼，安尼自我中心安尼吼，心胸狭窄吼，啊吼，啊搁安尼。咱讲哦，真顽固，很滑稽哦。讲的话甲伊做无共款，上帝要叫伊去当就去杀伊无吼。安尼走来走去，安尼即款的身体哦，要互咱看即个人哦，对头要看即个人。过来第三，咱也看到讲伊内面有真济哦，即个重复哦，直直出现的一个即个字哦。咱知影圣经内面，既然常常读哦，咱咧读经时看到即个字，那好像重复一直在出现。就是咧代表即个作者要互咱强调迄个字的意思，互咱去看即个字背后，哦，伊的启示是啥物。所以伫即内面咱看到足侪物件，哦，一直重复，比如讲起来，晃起来。第一首第一节讲你起来，去你。第三首第一节讲你起来，去你。即起来就代表啥物？上帝命令伊去行动嘛，哦，起来就是代表一款行动。拗着，哦，去遐拗着啥物？伊落伫。迄个大鱼巴肚来拗着，吼，拗着嘛是共款，人毋上帝，人毋人，咧讲话拗着，哦，好啦。过来知影亚大，咱拄仔读到第4章讲，上帝我知咧，我早就知影你啊，我早就亚大你啊，我早就知影你是即款，是捌知影？你知影只是咱知影旧约内面知影是定定出现，哦，阿东甲夏娃尔啦，互相知影就困做伙啊。所以知影只是有真深的真捌的意思哦，人甲人中间爱怎样知影甲我伫你面头前参像吞拍体，哦，你甲我摸甲咱清清楚楚，我的底细你都知道，这个就知影。所以知影背后是代表人甲对方的一个关系。所以伫这中间神你讲，我早就知影你，他的意思就是讲，我早就安那对上帝你有了解啦，哦，啊我安那早就摸清你了，哦，我会当把你控制啦。神你其实有迄个意思。哦，上帝你吼会当我来控回转哦，转来哦，离开歹的物件，转来去上帝遐回转杀悔改。指定即是嘛真水吼，特别是第4章定定讲着，上帝指定一丛树啊，上帝指定风，上帝指定一头，拢代表上帝咧吼咧行动，吼伫即个中间咧吼在主导毁灭哦阿爸。甲即个大城的人甲杀了了嘛，对变只啊，互即丛树啊死去毁灭，大甲倒足大个吼，即个城市足大个，一只鱼仔足大个，海洋足大个，甲倒上帝真大个作为啊！哦，邪恶 Ra， 咱讲一点仔较油的物件哦 ，Ra 字真注意，用伫伊吼真侪先用伫啥物所在？用伫受气。咱比如讲咱第4章咱读着。哦，这位神你用来就他很生气有无？伊真受气有无吼？啊，这个气性的这个受气，其实原文毋是受气哦，伊原文是 Ra， 邪恶哦，邪恶，就是啥意思？一个人咧受气是安那嘞？邪安那，甲控制。所以咱常常猜着伫即个生活内面，
咱有读过吼，即个主耶稣所讲的讲，唔通受气到延误哦，不要含恨到日落，对无？伊即句话讲啥物？讲人有即个情，咱有即个有即个起码一个受气，无毋对。总是爱说，你当咱受气的时，莫有你的骄傲吼邪恶安那控制，吼，咱若气过头安那，我惨，咱去有歹控制。所以马哈基伊真注意吼，伊咧讲即个身体去有即个歹物件控制，所以气不顺。歹，咱讲歹物件，歹，性命最后结束的时阵，上帝讲有遮尔济性命，有遮尔济吼性命伫即个中间，吼，即个即个 pass 吼，有遮尔济性命里面，所以这是直吼，伫即个中间咧，互咱看到吼，它一直出现的时阵，就咧强调即个经文背后的即个吼意义。过来，咱看一下，就是伊用即款卖关子的手法。怎样讲？咱看到第一章一开始，上帝咧命令这位先知约拿，吼，要来去尼尼微即个所在，伊就安那，伊就即个多想上帝吼，拢无讲为虾米着，咱毋知影为虾米啊，吼。最后虾米时阵知影？四章第二节时阵，伊讲嘛，到第四章伊讲，我就知影安那，所以我才安尼走。伊到遐才甲你讲，所以这若是一个剧咧演的时阵，咱咧看的人就开始咧想讲，伊为虾米要逃？吼，他为什么要躲避上帝？为虾米要躲向的？咱第二章像咱第四章，哦，原来是安，原来伊知影上帝哦，本来就无要惊这个这种审判的代志，本来就要冤枉这个人，哎，早就卖去。哦，所以卖关子用这款方式，哦，互咱去增加一点戏剧的效果。啊，过来就是第一章这个中间用哪呐先宣告讲，我是希伯来人，我信上帝，讲甲足澎湃，然后再讲，我就是因为我的关系造行业，所以你看这个真注意哦，伊若先讲，都是因为我啦，啊后面都唔会介绍伊是啥物人，大家拢没有要理他了，对无？所以调讲用这款方式去表达，咱看到啥物？哦，这位神地官啊，就差不多了。哇，回来了。哦，公了，有没有吓到？有吓到哦。是毋是参像安那嘞？咱看电影是毋真侪时阵，咱看到这个电影内面有演员，这个主角哦，叫派人掠着，就讲我是美国公民 ，American 哦，美国公民哦，美国人讲出来就有惊嘞哦，你看哦，代表伊的身份真特别哦。所以咱看到这个神力强调伊是这款的人哦，这款哦，这种身份的人，哦，啊用这来代表伊即款咱讲主歌等等遮的意思。过来哦，最后咱讲即个对比啊，咱看到圣经内面上爱就讲咱定定出来就是对比经文，也是字，也是故事，也是经过哦，遮的一部来做一个即个对比来比较一下。咱伫遮看到这位神力用拿对头教会代表一个。来讲冥顽不灵的以色列人，哦，伫即个中间伊直咧甲其他人来对比遐个咱讲悔改遮个咱讲遮个外邦人，遮个尼尼微人，凡是咱也看到第一章内面，伊甲遮个尊王、遮个水手、这个水手嘛是一款对比，所以就咱我看，咱真注意第一章就开始咧比较，对头教会甲个尊王当着红影是安那拍拼。尽忠，我们一直用那个尽忠职守来形容，就在形容他们的动作。这些水手尽忠职守，一直划船。但是呢，这位神仙啊，伊是啥物情妇？上帝爱伊讲话，伊有去无？无。所以第一章你就看到一个尽忠职守的水手，跟一个什么绕跑的先知、让杠的先知。啊，在这些水手看这个红印安尼会当甲在船上的那个货物拢甲弹掉拢坏，大紧遮拢坏，性命上重要。但是这个神仙啊，伊无顾小死，尼尼微人死了好。所以你看，这个第一章内面就看到真侪对比哦。第二章嘛同款，迄只鱼仔听上帝的话，所以咱拄仔咧故事讲，迄个鱼仔啊照办顺服鱼仔嘛顺服上帝，将这个大神仙甲吐出来。伊会当食鱼仔，但是伊坏。伊嘛照上帝的话甲放出来，甲吐出来。所以真侪对比伫这中间咱来看，上大的对比就是至于神理甲上帝的这个比拼，这样的对比。那特别咱若是看经文嘛，有真个所在真注意。第一章，咱讲这个尼尼微的派，上达上帝的面前，
但是用哪呢？下到约帕，下到船舱哦，这个 Kitty 甲罗啦，两个成为对比哦。啊，佫有第三章，这个王尼王啊，期待上帝安那卖大寿，啊上帝后来啊也无大寿，但是呢，最后谁生气？约拿生气。哦，啊，所以上帝讲问啊，无你的气啊，这很有意思啊，哦，这是我们看这是很有趣的对比。啊，最后就是，咱若要看这个上大的对比，都是经文，1章、2章、3章、4章吼。啊，因为这真长，所以我无甲写起。咱若有兴趣的时阵，请咱会当咱的这个干事吼来考这个物件转去看吼，就是整个这本册内面第1章、第2章、甲第3章、第4章的一个对比。内面有足侪头前发生的代志，后面嘛发生，诚做一个对比。咱甲安尼比评了，你就看有意思。哦，好，咱这就简单安尼讲，我们若有兴趣，当来比吼。好，到这咱看到差不多，整个的册咱拢知影，这本有启示的册，一款遇到故事，啊内面有真侪要咱来看。啊，所以咱来看，咱最后来整理这个物啊，伊的新学的主题是啥物？但先咱看到一个先知，伊的呼召，也是讲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上帝、信耶稣的人，伊怎样来面对上帝对伊交代的使命？哦，上帝对伊的呼召，这是大先咱爱看的所在。先知约拿呢？哦，伊伫这个中间体现一个代志，就是人对上帝的呼召的时阵，用家己的想法去回应上帝。上帝爱伊去当，伊就去使。哦，伊用伊家己的想法去控制、去思考、去想上帝的使命是啥。咱讲自我中心吼，所以伫这中间咱做一个比较，伊甲即个以利亚拢是先知哦吼，啊真注意，咱发现讲伫旧约内面呢，即两个先知呢，真个所在真相似哦。就是讲，比如讲，因两个人拢吼有受到命令去到即个外邦的所在，过来因两个人做了。因因所做的这个工作了后，因的行动，因的这个动作，拢真相像，拢坐伫树仔骹，啊伫遐咧翕，啊伫遐咧看。第三，咱看到两个人拢捌求死，上帝话死我。第四，两个人拢埋怨上帝，啊讲家己就好咧，啊，即个时阵拢上帝甲问问题的时阵，互伊安那感觉见识，啊我来安尼。所以，即注意，伊这中咱看到这两个先知真个所在，真很像。所以呢，伊咧体现一个物件，就是参与即款的先知，参与即款的传道啦吼。哇，讲即款的人对上帝的呼召是安那无顺吼。啊，咱就看讲，咱是伫这另外是讲这人无好嘛，嘛毋是哦。咱发现，旧约内面哪会有即款人？吼，真侪上帝的罗卜哦。拢安那呢？上帝甲呼召时，拢安那，拢拒绝。大家拢想要躲闪逃避啦摩西有无？卖啦，卖找我啦我无适合，我袂晓讲话呢。后来迄个大先知耶利亚里有无？嘛有啊，讲歹势，我可能不适任，不好意思以利亚呢？上帝你找我去，我可能没有办法活着回来，我可能会死，伊惊死呢大家拢拒绝咯所以伫这中间，咱看到约拿伊伫这中间拒绝上帝的这个呼召，的这个咱讲这个使命是啥物原因呢？咱看到伊毋是感觉伊家己无胜利，伊也毋是惊死，伊是无顺服。第二，我感觉即句话讲了上好，但足歹听的。我会当讲一个，就是袂记，我袂记去，我袂记，我坏就对啦，我不要看有较水的话阮坏，好像还不够贴切，就是我袂记安尼。伊坏，伊无顺服，因为是感觉伊家己可能无适合，伊也毋是惊死，伊袂记安尼特别是咱看到约拿一开始就知影讲，伊去做即个代志，伊去宣告即个审判的遮个话的时阵，遮个秘密的人，伊最后大家拢会来咱讲来悔改上帝即个中间嘛。会取消即个降灾的即个的即个动作，所以一开始咱讲即个先知伊就知影，所以伊拒绝他一开始拒绝的原因，毋是伊感觉讲伊讲即个话了是无效的，是绝望的，反正是讲话了有效，但是伊袂记，原因遮个人讲遮个足。
无爱。第二，咱看到伊伫即个中间来埋怨上帝，嘛毋是因为上帝要审判、要降灾，毋是，反正是上帝要听，伊无爱，伊袂听。第三，伊最后完成即个任务了，其实伊毋是顺服上帝，伊是继续来补转。所以咱读真主义第3章，伊对鱼仔的腹肚来吐出来了，伊行去即个城市，咱讲即个城市3工才走得完，伊行1工尔。看起来啦，袂练走嘛，所以我1工去，然后爱讲啥物？讲5个字，40天时光光，拜拜，就走啊。所以伊根本袂练做即个代志，看到后来大家拢真正拢耳朵悔改，拢悔改时，又生气，因为伊即个中间实在是袂，所以继续伫遐在抗拒上帝。所以第三，咱伫即个中间看到。即个上帝宽容虽望有人会袂记，总是上帝有法度克服超越即款人的袂记。而且咱真侪时阵，咱真正用咱家己的想法咧做代志，咱无爱做上帝爱咱做的代志，就是上帝伊就是有办法，因为伊是上帝啊，他是上帝啊，所以咱看到经过安尼伫海里安尼一番周旋下来下去，即个人想要走去他施，要来避上帝。有效无？无效。最后伊也去乖乖去这个所在，尼尼微城。约拿跑不出上帝的手掌心。第二，随讲这位先知去这个城市了，伊凊彩乱讲，讲使命乱达无？凊彩乱讲，但是呢，这个人嘛是悔改。所以咱看到讲，尼尼微人悔改，完全毋是先知的功劳，是上帝的作为，因为先知根本无帮助什么。甚至伫即个中间咧找好，但是上帝的宽容，法度克服，才会才会咱讲才会较高。所以大家咱看到先知的好调，伫即个中间看到一个武术方面，即款态度总是上帝，若是伊有伊的旨意，伊会超越遮个。第四，咱看到尼尼微人的即个，咱讲即个悔改。其实伫先知的即个整个即个传统内面，尼尼微即个城市是受到批判。咱若看到伫创世纪10章8到10节即个中间，讲到尼尼微即个城市，一开始伊的名叫做宁路，伫创世纪10章足早进前就有即个城市啊，所以伫先知内面，真侪先知拢会骂即个城市，讲即个城市是一个老鬼的一个所在，一个罪恶的所在，一个罪恶的代表，最后是地狱，所以咱若是看即个拿红书，也是西班牙，遮个先知册内面拢有讲到这。本来尼尼微是一个啥物受到批判、死路一条的一个歹的一个城市，但是伫咱即本特别的约拿书内面，伊的信号内面，伊讲到的，毋是即款的城市，伊用信仰、用信仰的角度咧看即个城市，就是即个城市，毋是一个歹的城市，乃是一个会当对歹反转悔改。的一个好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对头到尾，这本册要互咱看到重点，毋是看到遮个人的歹，乃是看到伊愿意顺服上，愿意来悔改。对头到尾嘛是要互咱，伫这中间嘛，毋是要互咱看到上帝的审判，乃是要看到上帝的拯救。所以遮个拢是这个中间咱讲到这个重点。所以，认为咱看到这个重点来啊，就是讲，当咱面对上帝的审判，甲伊的即个处罚的时阵，悔改就真重所以即个先知伊讲，大家死了的时阵，即个话无实现，是因为因悔改表示咱每一个人面对审判的时阵，咱弃善罪恶，悔改是真重要。这是圣经的主题，对头到尾，由心由拢共款即个咱看到即个弃善，即个罪恶悔改以外，咱阁看到讲，最后上帝搁较重要是因为上帝疼咱。伊的稳定，伊的能力，所以真侪时咱看到上帝有权能会当毁灭一个物件，总是伊也会当保全一个物件。时常上帝选择保全，上帝无爱做迄款毁灭的动作，除非人无爱悔改，上帝在大饼上，才是咱顶礼拜的讲的。所以当咱愿意转来去上帝遮时，上帝拢接纳、宽容、保全，这是。即个中间，咱看到即个真大的意义，所以表达两款人，也是两款囝，
神力勇拿，抵死不改，上帝也是讲这我们说这群尼尼微的人悔改转向。这位先知这位神力上好是了了报应但是咱看到上帝是借听以愿意来还原这个先知想到家己的利益，为着家己来想，但是上帝对头到尾想到是伊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两款片看得真清楚。所以最后咱讲一个物件，上帝的公义甲听，用拿代表的是受造者、受造的人的角度去看的公义。咱看到这是有限，甚至咱讲偏颇。咱感觉公义应该是啥物呢？人感觉讲歹的代志，咱就爱好甲处罚惩罚一下、审判。咱若悔改安因真正悔改的人嘛是上好报应，安尼是上好啦。因若是接受即款咱讲下面的文典，安尼无共。虽然讲一个物件，我若是一个杀人犯，我是一个真歹人，我杀真侪人，然后我讲我悔改，社会会甲接纳，这上好甲调死咯，你看咧。所以咱知影讲进前迄个白小燕的案子，这个互咱有一个真深的思考。陈庆兴这个人，伊若死进前真正悔改，上帝甲接纳的时阵，咱怎样来面对这个人？这个人做过歹代志，上好还是要给他惩罚一下。咱无这个过后，无看到一个性命其实要改变、要转换、要顶头死，这是铺顶的果鬼。咱看的敢若看到伊歹，所以咱讲经过约拿书内面，伊重点是讲人的歹，伊是咧讲上帝怎样下面愿意悔改的。这个主题真重要。所以今仔日咱面对真侪即款的公义的时，咱讲恁就安那，恁就爱比如讲台湾有228的问题啦，真侪时咱想。这是啥物问题？这是公义的问题。我毋对，但是伫即个背后，咱怎样看上帝怎样听这片土地里面的人？这个较重要，这更重要所以呢，伫这中间，咱用拿伊所代表的是，家己认为家己是公义的人其他伊所怨的那安那上好上好审判甲处罚。但是上帝呢，上帝这边代表的是一个创造者的一个角度。上帝听世间所有人，好人甲歹人。拢是创造，歹人会歹是因为伊无爱悔改本来上帝遮，伊才诚做歹人。若是伊愿意，上帝嘛甲接纳。所以公义，必须伸张是无毋对，但是上帝创造的本质甲目的是听，毋是处罚，毋是伤害。所以家己抓做家己是对的、自义的，才会咱讲即个上帝的百姓，咱就爱来想咱家己。我们重新认识信仰这位上帝，咱相信这位上帝，伊是用公义的听词做手段，用信命的听做目标。十字架耶稣就是完成上帝这个字，听世间的人，总是透过公义的听词来达到这个听是目的，公义是手段。这个时阵要有当倒逼。若是咱今日真侪代志咧追求公义，袂记你后面咧听的时阵，咱想看卖诚做甚物款的？很快作业，来看，毋茫咱来思考即个物件自义甲骄傲其实即个身体上大就是骄傲自义感觉家己是对的。真侪时阵也反射针对咱基督徒的即个盲点，然后对安尼咱有啥物观察甲体验？反射有诶时阵，咱会点我可能会点嘛。过来，咱家己也是教会咱有即款的问题若是咱读即本册会当互咱啥物启示，帮助咱来做啥物改变？毋茫咱读即个册看到即位神灵真注意即个毋茫咱的伫咱的生活中间去体验我有一个经验这个短短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讲真侪时阵咱会当学习。用一款方式来看咱家己真侪时阵，咱家庭路面，咱甲人咧互动，咱咧生活的时阵，咱试看卖咱将家己呢，诚做一个咱讲第三者、第三者一个人看家己。咱甲人讲话、甲人做代志、甲人安那的时阵，咱跳出来看咱家己咧怎样甲人伫即中间讲话甲互动。你倒有诶时阵，反正我时常看到，我就记得有。
我伫遐屁股滚，我伫遐我伫遐想要绕跑，我真诶想咱看，咱就家己一款人吼。这时你就感爱笑呢，我讲，是安尼。所以咱会当体验上帝的主爱，迄位上帝伫关关的所在咧看咱世间所有的人，这个时阵，伊嘛可能嘛爱笑的吼。即只吼，即个中传道都安尼啊，真是即老毛病又犯了，是啊，我家己伫遐吼。犯毛病的时阵，我拢唔知影。等我过去了，我转来搁想，对，我来一款人。所以伫即个中间，不瞒咱拄仔最后咧结束的时阵讲到这本册，其实它是真的是个开放性的结束哦。这个册挑工用即款，互咱继续来想的即款方式来结束。互咱去想讲，每一个人咱不能针对即个身体，咱伫即个中间怎样来看演、来改变，莫做即个身体，咱做即个迷你围城的人。咱应该参用即个搁较大的即款镜头来看即个世界。嘛，咱用即个来甲咱来勉励。当然作业我痴痴的等大家有一天写一个心得来投稿伫咱的即个周报，不忙有即个机会啦好，咱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